係咪以為係日本攞到在留卡，辦好銀行卡就係日本居民？未滿半年都淨係可以係非居住者。而我今日啱啱好滿咗半年啦。第一件事就係去銀行做居住者變更，因為對於非居住者海外送金直接俾打咩？就算喺日本轉賬，手續費都係幾千yen。臨時學咗一句居住者に変更したいです，嗰職員竟然聽得明喎，俾咗張封我掂，成個過程都幾快，終於可以享受到居住者權利。即刻試下 ATM 轉賬。其實講真，時間過得好快，半年前我仲喺舊東家報緊新聞，半年之後就已經係日本做無業遊民。喺呢半年內，我一時有諗過，當初用咗一晚做出個決定係咪太衝動呢？不過直到去大涌哥坐船，喺台場望海，喺奈良餵鹿睇煙花，喺成田食道地美食嗰一刻，先正認識到人生唔單單係做嘢揾錢，仲有對生活同埋自由嘅追求。我係已經喺東京生活咗半年嘅 Daniel Pop，仲有好多古仔想同你哋分享喎，喺條片再講啦，麥丹呢？